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有感而發》第10集。真久無來錄這個有感而發啊！小張以前捌講過，會來錄這個有感而發，就是因為心內有話要講。若是無來講兩句啊，恐驚會着內傷，會屁話啦。敢講有啥物重要代誌要講，嘛袂使算是重要代誌啦。但是咱的教育部實在是偉大了不起啊！大家好的大家。教育部安怎寫法？咱台灣教育部甲寫作安尼，這兩字若是用國語來讀，就愛讀做主家。主家好，就是大家好。敢有這個道理？我講這是無稽之談啦，根本就是烏白亂講嘛。到底是毋是烏白亂講？咱繼續甲看落就知。小張，你要批評是無要緊啦，但是你嘛都要有指教。敢講你有啥物閣較好的講法？你毋就講來聽看覓咧。好。小張今日就要來提出家己的講法，不管是講了好還是講了歹，有道理還是無道理，攏歡迎各位來甲小張指點，參加討論。今日這件代誌，咱就對大人的代開始討論起。咱甲空氣字典原封不動甲抓落來，這個字有真濟無同款的讀音。小張用紅唇甲注明起來，其中有一個讀音，咱無要討論，就是這個讀音用一加切，會使讀作啊。這個音甲咱要找的音相差太濟，所以咱無要討論。其他的讀音用紅唇畫起來的部分，咱即馬來詳細討論。第一組的切音法，就會使讀作大，嘛會使讀作大。是安怎有兩音會使讀？咱來看這字後切，標準音會使讀作介，方言的音會使讀作掛，所以這個字有兩音會使讀，就是安尼。第二組的切音嘛是同款用這字後切。所以咱就會使甲讀作太，嘛會使甲讀作拖，攏是第三調。擱數落來，咱來看第三組。佇第三組的切音法內底切出來音，就愛讀作倒。第二調的倒。佇第四組的切音法內底切出來音，會使讀作吐，嘛會使讀作拖，攏是第三調。小張，這個字敢真正會使讀作拖？確實有這個可能性。咱來看這個字佇漢典內底的記錄，會使讀作吐。嘛會使讀作吐，閣會使讀作拖。這個甲的中間，就是腔口之別、口音之差。小張以前捌討論過啊。小張，佇漢典的記錄內底，這個字愛讀作陰平，陰平就是第一調，就是西的聲調呢。是安怎你攏甲讀作第三調，讀作霸的聲調？無毋對啊，因為咱閩南語都毋是雅言，毋是正音嘛，所以這個聲調的方面。無照運切讀真正常嘛。擱說落來，咱來討論第五組的切音。這組的切音法切出來的音，會使讀作地，嘛會使讀作地。是安怎閣有兩音會使讀？咱來看這字後切，會使讀作記，嘛會使讀作計，計算機的計。所以這個字有兩音會使讀，就是安尼。小張，安尼我都無理解啊，因為這個字咱攏甲讀作第七調。第一名的地，這個第七調的地是唱的聲調呢，是安怎甲運冊內底記錄的第三調，閣無同款，無毋對啊！這就像咱拄則講的，咱閩南語毋是雅言，毋是正音嘛，這就是證明啊！咱繼續來講上尾一組的切音，佇這組的切音法內底，用他達切音，就愛讀作達，第八調的達，入聲字出現啊！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，這六種的切音法，咱拄則攏討論甲真清楚啊！你有看到啥？小張有看到一個現象，就是倒甲拖這兩個聲母在互換，是毋是安尼？若是倒甲拖會使互換，第六組的達是毋是有可能會使讀作達？小張，我目神較歹，啥物倒啥物拖，我攏看無啦。不要緊，小張畫出來互你看，藍色的部分攏是倒。紅色的部分攏是拖，安尼就足清楚啊。但是這個倒甲拖，敢真正會使互換？咱即擺來看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。小張以前捌講過，寫佇共一排的聲母，攏有機會可以互換。倒甲拖就寫佇共一排，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除了聲母互換以外，咱還閣有看到啥？是毋是有看到韻母轉韻？AEUAO內底，除了這個有，咱無摕來用以外。另外這四種是毋是總母？其中各加一個 R 甲 E 連做伙產生的 I 寫佇遮。
擱一擺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擱來，除了這個韻母轉運以外，咱是不是還有一個步數會使用？有，咱還有第三個步數，或者入聲字尾音有單性。入聲尾音攏總有這四種，攏會使互相替換。咱若是用這兩種互相替換了後，第八條的達是不是會使讀作第八條的達？頭前講甲落長，就是為着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其實咱要討論的音，就是這個音第八條的達。啊，這個第八條的達安怎用法？大家好，是不是都應該愛寫這個字？咱拄則已經討論甲真清楚啊，會使讀作達，第八條的達。啊，這個入聲字有入聲字的變調規則，第八條就愛轉第四條，第四條對應的就是比的聲調，比加好就是達加好，達加好就是寫作安尼，這字大就是達的正字，無需要寫一寡奇奇怪怪的字啦。後擺咱就甲寫大家好，讀作大家好，咱無需要學教育部寫一寡奇奇怪怪的字。啊，講到這，第一段落結束。那安尼講起來，毋就有第二段落？無錯，第二段落小張要來借題發揮一下。咱閣翻頭轉來看這六種的讀音，是毋是愈看愈重字金講摸袂着頭路？安怎講？咱平常時講的大人的大，大小事的大，佇這張表頂懸竟然會找無。原因小張拄則就已經有講過啊，咱的閩南語毋是雅言，毋是正音嘛。所以無照運冊讀真正常嘛。啊，親像這款的現象，敢也閣有別個字？當然嘛有。親像這個字，就是一模一樣的現象。咱來看這個字，有真儕無同款的意思。其中有一個意思，就是率領、引導。這個字佇運冊內底的記錄，清一色攏讀作第三條，也就是爸的聲調。但是咱若是用第三條來讀這個詞，聽起來就會古怪古怪。不管是讀作帶頭，還是讀作大頭，攏不對。啊，無這個字應該安怎解法？咱即馬來看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的甲詞都寫佇同一排。照道理來講，會使互相替換。聲母互換了後，聲調咱甲讀作第七條。那安尼，第七條的大，就會使甲讀作第七條的帶。安怎用法？帶兵、帶路、帶隊、帶頭，攏用這字帶。啊，還閣有無？當然嘛有，佇國語內底，若是講帶人、帶小孩；佇閩南語內底，就愛講帶人、帶囡仔，是毋是足順呢？啊，除了這個用法以外，敢也閣有別種的用法？當然嘛有。這個字閣有另外一個意思，就是隨身攜帶、拿着的意思。啊，若是當作這個意思來使用的時陣，這個字安怎讀法？咱閣來看一擺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的甲字嘛寫佇同一排。照道理來講，會使互換，互換了後，聲調咱甲讀作第三條，第三條的大，咱就會使甲讀作第三條的帶。其中這個有是來無影去無蹤的介音，小張已經講過800擺以上啊。咱若是甲這個介音提掉了後，就會使讀作炸，第三條的炸，炸錢、炸皮包啊、炸手機啊，攏用這字炸。小張以前有講過啊，咱的祖先捌字無濟嘛。就是因為捌字無濟，才需要甲字轉聲兼介韻。聲就是聲母，韻就是韻母，目的就是要甲本底已經掌握的文字產生無同款的用法，增加語言的豐富性。親像咱拄則講的這兩字，攏無照韻冊讀嘛。但是咱若是照小張這三個步數來處理，咱就有法度得到方言的音，也就是咱逐工開嘴合喙在講的白話音。咱來講結論，第一。這兩字咱討論甲真清楚啊，攏是愛甲哇兩韻皆可的字，聲調的方面攏無照韻冊讀。第二，小張閣一擺證明，用小張這三個步數，就有法度來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。第三，大家好，甲寫作安尼，閩南語甲讀作大家好，咱無需要學教育部寫一寡奇奇怪怪的字。第四，炸錢、炸皮包啊，用這字炸。帶人、帶囡仔，用這字帶，攏寫同一字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